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恁兜处理敢有塑胶吗？还是讲恁兜处理无可能无塑胶？塑胶统治全世界，食品、饮水、包装、食物、动物拢有伊存在。当然，伊即嘛伫你我的身躯内。那么，到底塑胶微粒敢对人体有败害？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大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所研究员郑俊仁。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中嘉病院医学中心动物科研究员林中英。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海洋大学海洋环境与生态所副教授柯瑞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看守台湾协会秘书长谢浩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继续咱来看，这是什么代志？有环保团体调查市面上的囡仔副食品的包装，发现8成的产品拢是塑胶的。那么同时呢，这囡仔啉的几只喙嘛接触到塑胶，一罐就超过1万个微粒的这个塑胶粒粒。那么环保团体就呼吁政府要全面检测幼囡仔的食品包装，改善食安法内面对着食品包装卫生的标准，确保安全。塑胶的食品包装是太多家，亲像塑胶干仔、塑胶螺等等。不过历史和平经过检验发现，亲像幼囝食的副食品，会有这款挂嘴仔的塑胶螺仔，包括内底迄个塑胶膜仔，有验出微塑胶，甚至有产品是每一袋都有超过1万个微塑胶的微粒。大家拢当作讲，这敢是一种材质尔，啊，毋过其实咧，这内面甲拆开会使看到吼，这毋是干那铝箔尔，这内面阁有塑胶的成分。啊，这点塑胶就是阮即届研究的重点。这点塑胶呢，是甲咱去菜市仔内面买菜的时阵用的迄种塑胶盒啊，红色、白色的迄种塑胶盒啊，是同款的材质。所以嘛是会使讲，你的囡仔其实都是用塑胶袋啊来啉因的副食品。有医生用研究指出，高剂量的微塑胶确实会增加发炎的反应，伤害动物的器官。建议用玻璃等材质取代较安全。嘛有专家表示，台湾目前食品包装的资讯不够透明，政府应该参考先进国家的做法，针对食品包装的材料甲添加物建立管理的标准。在动物实验，我们知道说微塑胶它会带来动物器官的伤害，伤肝伤肾。增加氧化压力、发炎反应，然后增加癌症风险。那所以真正的风险管理，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验成品，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只是针对某一些化学物质去做管理。那其实现在在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些先进国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朝着所谓正面表列的制度前进。环保团体也呼吁卫福部食药署应该需建立风险评估的机制，专门检测幼囝食品的包装，嘛要改善食安法当中食品包装卫生的标准，赶紧把制度的空棚补起来，确保囡仔食食的安全。记者桂林台北报道。爱先甲观众朋友讲吼，你看到这新闻唔当先着惊吼，因为世界万航台拢有塑胶袋吼，所以唔是讲安尼大家都人肉咸咸，唔是这个意思，是到当为止到底塑胶微粒对人体伤害是有科学证明累积到讲所以有先进国家已经开始禁止啊吗？做什么代志？这今天来讨论，爱来理解这个重点吼。首先，我来请教田老师吼，田老师到目前为止，有科学报告讲可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但是到什么程度？还是讲到目前为止，佫无任何一份报告讲是就是伊，当就是伊大的，有这种代志。这其实是一个足复杂的问题啦，唔是讲是唔是啊？哈，那当然目前为止，
无人敢讲哦，这个塑胶粒啊，有迄个微粒，无代志，无人讲无代志，因为咱这么看到的物件，就是讲拄啊开始做，啊开始有这累积的证据，啊有这个证据，表示讲，譬如讲动物实验，哦，伊就讲伊比较迄个每一个器官，哦，拢有一寡毒性的表现，哦，人大家器官也都找得到塑胶微粒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哦，当然，即马就是讲流行病学研究、人的研究、观察研究，嘛可以希望慢慢出来。好，那但是安尼是不是有够？因为对科学面顶，大家拢会，我们要求讲用最严谨的因果关系的检验。目前当然即马出来这个证据，不管是这个动物实验，还是讲这个人的流行病学研究，当然无人敢讲，这是迄个因果关系100%。但是这唔是表示讲，咱即摆证据甲你讲，这无关系哦，唔是无关系。咱需要更较侪的研究，咱来知影讲，到底是会造成什么款的迄个危害，风险偌大。因为这内底其实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讲，咱即摆对让这个环境还身体内底的塑胶微粒吼，其实这个方法也无成熟啦。大部分牛拢，大家你看到大家讲哦，我看到几粒吼，结果方法拢无。这是遮大粒，无有的是足细粒。对，大部分即摆机器用牛着的，就是拢微米较大粒的，其实较细粒的，搁较侪，但是无纳米的迄种。对，就无法度牛，但是你也知纳米。更较容易入去咱人体。食入去以后，更较容易入去咱的身体内底啊。这是即马目前上困难的，就是讲这个要让这个塑胶微粒技术啊，佫无够。也无够遐，所以无够遐，你要看，你要知影讲，哦，这个人伊有偌济迄个塑胶粒仔的这个铺路，甲伊的健康要连做伙，其实较困难。所以就是目前是安怎，敢若流行病学研究足少的。因为这我感觉上困难的是头前这个所在，无法度证明，而且佫较少，你嘛无法度验。对，其实牛的拢较大粒的啊。无就叫台积电来创啊。台积投资，你都要投资科学。台积电赚遮侪钱，对不对？科学研究一定要投资啊，这我要讲的。这才头一个重点啦。但是我要先来请教林老师恁这动物科内面敢有把这塑胶当作动物？我只有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这是10多年前我们以后巧好，唔通坐落跋落去，你讲我惊呢？不，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个贵妇，她呢不喝外面的水，她都是去有没有那个高级的超商，然后呢去买外国进口。然后呢，还有那个保特瓶包装良好的那种那个矿泉水，他喝那一个，可是他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神经病变所以呢，他来找林医师，可是林医师给他验血、验尿，然后呢，还有没有给他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个检查，就没有什么问题。嘿呀，当然就是开始问诊。就才发现说有没有，他常常他就是水都是喝那一个超商的，而且是特定国外进口的白，对那个牌子。后来林医师就想说，保特瓶，因为它保特瓶你要生成的话，你有一个起始剂，就是那个触媒，它是属于那个锑的有机的那个锑金属。他就想说，他每天金字旁一个小弟的弟，对，那个锑金属，那他。本来就是保特瓶的一个触媒，那结果呢，去验他身体里头真的有微量的锑的那个金属存留。卡胶票有练起来。那当然有没有？后来透过有没有那个解毒剂？这个贵妇她身体也开始已经好了，只是说在这边的话有没有？这是一个保特瓶。里头，我们要去制作这一些的产品的时候，你的起始的原料，像我们的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老师，他之前就是有发了一篇论文，直接的就是这个聚乙烯，它这个塑胶，
里头的那个塑化剂的确是有跟我们的癌症产生相关。可是如果 PVC 这个塑胶拿掉塑化剂之后，它其实基本上是无毒的。现在有没有就是这个聚乙烯，就是小朋友他现在所用的，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找不出来它对人体有任何的一个伤害。但是又要回到原始的，你要去制作这些塑料，不是说我从原料清油炼解之后，塑胶就出来了，油为了做出来，爱加物件。对，你刚开始的时候裂解完，要加起死剂，让这一些有没有乙烯啊、丙烯啊，一夹最位。对，然后呢，它起死完了之后，你还要加很多安定剂，它很害怕有没有在你的环境之下，不会飘起啊。对，嘿然后再到下游，我再给它有没有加工制成我们现在医疗用品、民生用品，甚至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包装。听你来讲，那人实在足熬的，熬到呢害死自己哦。在这边也要跟主持人讲一个，这个真的是最好的一个证明。100年前，就是1902年，那个意大利有个化学家很聪明，他呢把所谓的植物油利用氢化的一个技术变成是所谓的氢化植物油。100年之后，这个部分氢化的植物油，我们知道就是反式脂肪，带给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然后呢细胞发炎、癌症，甚至于是糖尿病。那结果我们的食药署在2020年的时候也禁止所谓的部分氢化植物油运用在我们的。100年。可是它是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发明哦。可是100年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部分的氢化的一个植物油的技术有没有，就是会带给我们身体伤害。那我们今天有发现，在这个塑胶，尤其是这个塑胶微粒小于这个5毫米这么小的一个技术里头，还有呢这么小的一个尺寸里头，尤其是奈米，它全身跑，你也不知道它会跑到哪里。我常常说，我自己在做研究，就是研究我们脑部那个血脑屏障。我都用那个聚焦超音波要去开启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让这个药物有没有可以这样就去看。对结果这个塑胶微粒，这个奈米级的，它根本它就自己跑，就累积在我的脑部你这个的话，你要怎么让它排出来？如果这个塑胶它又有刚才所提到的起死剂、触媒、光的安定剂这些种种东西，如果呢它在空气当中，像老师您就用波头，有头弄个抓出来无？它有啥物物件，统统个抓出来，到即马无法度。无法度啦。之前的话，那个我们是用自来水，用那个红外线光谱仪，的确有看到有没有很小的那个粒子有反射的一个状况。看到就看到，但是长袂到啊。对。在像这边的话，有没有？一讲是啥物？这个的话是洗面乳，它上面就直接告诉你说，每克里头它有10000颗的塑胶微粒。不，这洗面这小姐太太咧用的，是洗面这内面有塑胶微粒，是要创啥物？去角质啊。是啊，较水啊。10年前有没有？不要用菜瓜布撸的咯，用个这粒一粒安尼撸哦。你就洗脸的时候，咱这实在是唔知呢。就像那个主持人会去礁溪有没有给那个温泉鱼咬，对不对？可以去角质其实，在洗脸的时候，像里头如果有这一些，讲人唔能伤高，这10000粒哦。这个我们根本自来水有没有的那个筛网，你也不可能过滤掉，都要靠后端的沉淀，它才有可能有没有把它那个塑胶微粒把它沉积下来。这听落较比较冷嘅。所以我先小等下回头来问柯老师，像柯老师拢伫海水内面咧找物件你到顶遐拢找什么物件来？对啊，拢找物件。拄则郑老师甲林老师拢讲着讲，这塑胶微粒为食品来的那但是实际上有足侪是为环境来的。那环境来，它可能也会经过的你讲伊天生自然就来啊？
无就是人排出去，然后伫环境内底，风伫遐吹，伫头底下笑了伊个喙气了后就变就含喺内面，嘿，含喺内面，然后烧到什么程度？烧到0.5公分啊，也是5米。这寸切，阮就定义叫做塑胶微粒。所以伊是有在定义的。偌细咧，你会使看吼，这啦，这可能拢照不到吼，因为讲这寸切拢非常的细，然后比这较细佫较济。吼，拄则郑老师有讲到讲，愈细愈济，但是即马拢看袂到。老师，你是用校壳去摇起来过滤？有几种方式啦吼，一种呢，这呢你看有白白有无吼？这白白就是阮去调查迄海山坪，迄海山坪用筛吼，用胎的，我就看到足侪白白。这白白毋是落雪哦，这白白是。我俩这白石头。无是玻璃拢，这全部拢是玻璃拢，所以就讲吼。阮咧像饲蚵仔啦，吼，或者是一寡航行呢，用足侪玻璃拢。伊若落伫海面顶悬，吼，经过破喙去，经过脆化、甲老化、佮风化，伊就会变遮侪脆糊糊的物件。这脆糊糊的较细呢，一寡海洋的生物，哦，就较容易食去。食去呢，就会像刚刚林老师讲的，内底若有就侪像塑化剂啦，重金属啦，其实佫有一个上重点的问题，就是这种塑胶微粒吼，有一种特性，就是伊会使吸收一寡疏水性的污染物，疏水性的也就是讲，就侪致癌的啦。或者是有些环境荷尔蒙啊，吼，迄拢很容易。高老师，你讲疏水性是多啥字？疏水就是伊讨厌水啦，伊讨厌水，伊就甲颗粒倒做伙。亚水性的。亚水性会使安尼讲，亚水性伊就会累积伫咧塑胶微粒的表面。大拜托个少者，挖伫遮内面。挖伫遮内底，嘿，伊就伫遐掠的。累积伫这颗粒内底，那你那个鱼仔佮甲食落，很多时候吼，这塑胶微粒会排出来，但是一寡疏水性的，伊佮甲我们的脂肪啦、脂质啊，佮做伙，而且留伫内底，但是塑胶出来，这个很像是一种载体啦，我讲的环境中的载体。哦，所以唔单单讲只有原本加入去内底的塑化剂尔。伊伫咧环境内底，佮会帮忙吸足侪物件的，吸了后食落去，那风险就足大的。所以伊就是非常侪的风险，甲做伙，才会讲为虾米即马大家拢足重视塑胶微粒的议题，就是伫遮。刚才看起来，即马咱无可能离开塑胶吧？无毋对哦，为虾米呢？因为即马吼，这个今年啦，塑胶的产生量吼已经超过4亿吨。4亿吨，系4亿吨，所以用的量是非常的多哦。然后坐了，你用了就足侪粪扫啊嘛，对吧？你看足侪粪扫，即马到底是到倒位去？我有当阵吼办一寡活动吼，叫囡仔吼话讲吼，你对海沙坪啊，对大海的印象是啥物？伊拢话啥？你知？拢话粪扫啦，然后佮话讲话这个沙粒内底吼，拢七彩的啦，为虾米？就是足侪那个塑胶咧内底，拢彩色的，有蓝的啊，有红的啊，有黄的啊，有白的，吼，拢伫咧内底。所以这就是甲阮讲吼，迄囡仔即马对海洋的这印象是污染的。所以这我提供一寡相片啦，吼，这就是真正拢看非常的清楚吼，卡伫肉粽的，卡伫肉粽内底啦，消波块吼，林克块内底吼。那这咱沙滩咧，你看卖啊，这嘛是咧家人的海山坪看到的。你看白白有无？迄白白毋是落雪哦，迄白白拢是玻璃拢。玻璃拢因为海浪的关系吼，伊就吹去。然后这吹去有一个上好的例，就是讲，若阮放一个塑胶桶仔伫外口，互伊太阳晒差不多3冬5冬，你若去甲刷叮当，也是摕起来，吹去会落地对无？伊落地然后吹气，你若搁甲观察一下吼，你会看讲伊周围拢是废气，所以伊是为一个塑胶废弃物、塑胶桶啊变做万千的、数万千的
这较大粒的，佮较细粒的，佮较济。然后佮较济的时阵，伊伫遐扩散吼，就非常的遥远啊。吼，这就是讲，为虾米做塑胶的治理吼，必须爱规个全世界必须爱做的。例如讲，阮做了无好，可能塑胶污染会传去日本。吼，咱若做了好，但是菲律宾啊、东南亚做无好，伊的塑胶甲废弃物拢会到阮遮。你若去清海沙坪吼，你就会看到讲，足侪粪扫，国际性的，国际性的，过咸水来的，拢过咸水来的吼，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敢爱清，爱清，无清的时阵吼，伊就会变遮侪细粒的微型塑胶，伊对整个的生态风险是愈较大的。老师，你讲的拢是咸水哦。我讲啊就是数字吼，要来请教咱秘书长吼。讲台湾2025调查37位大型的净水厂，处理饮用水有8个所在检测出塑胶微粒，浓度是每公升0至4克。净水定数我都去除嘛。这咱即摆食水就讲好哦，卖啉包装水，我厝的啉水道水啊，家己下烧水，安尼啊可能也无法度避免呢，秘书长。即摆迄个净水厂吼，啊不就是污水处理厂吼，因对塑胶微粒是没有管制的。啊，都要讲过，塑胶微粒有大粒的，吼，就是小于5毫米以下的都被定义为塑胶微粒嘛。那到奈米的，有可能我们的一些净水厂它并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过滤。那所以如果说要完全去除的话，可能就要再提升它的一个净水的功能。啊，即马有这种方式，通好来甲即个微粒0.5以下的微粒甲去除吗？0.5 millimeter 的吼，可能啊都5 millimeter 的吼，可能啊都会使。但是像他老师讲，但是奈米的吼，迄无好，迄可能的效果有限啊。我也没有很清楚说我们目前的滤水的那个装置哈，最低可以去除多小的，但奈米是可能是比较有问题的。那我们知道塑胶哈，它是一群高分子，那它很长链的高分子，然后它可能会互相缠绕。而且它的这个分子量哈，有会大有会小，所以一起结一个类似高斯分布的哈，所以它没有说就是每一条分子都一样长，所以它可能像这样子的一个保特瓶，它里面的这个分子有的就很短，所以它可能就会跑出来。好，那像一无真胶纹的对吧？对，伊是。伊个聚合的时阵无法度讲吼，大概分子拢赶快。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像喝保特瓶的时候，这个盖子一旋的时候，可能受到一些摩擦的力量，它那个分子就会掉出来，因为它是很多的高分子缠绕在一起。那在太阳光、紫外线照射，它分子又会断裂，所以我们觉得说。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该是会随着时间，我们用塑胶的时间越久越严重，因为这些在环境中的塑胶微粒，也很难去除嘛，但是它会越变越小。当它很大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吃下去，然后透过消化道直接就出来。但是如果变小的话，就会跑到我们各个器官。唔那是愈用愈久的代志，即摆练囡仔，你即摆倒定这，这囡仔就提早咧用啊。对啊，伊即摆这就是用在我们的食品包装很多嘛，塑胶啊。那像这个是看起来里面有一层是铝箔，但为了这个铝箔，它在接触一些饮料的时候，尤其像一些果汁啊，它为了避免就是影响这个饮料的风味，或者是被酸啊腐蚀溶出来，所以它都会有一层塑胶膜。这个塑胶淋膜，那这个塑胶淋膜它可能也分子量可能比这个水，所以一被拉出来都较紧。
啊，所以而且它预热的时候也很快，像那个有人像我们的茶包啊，哈，有不同的材质啊，有一些材质是塑胶的、PET 的，它那个在热水里面泡，那个可能是几亿颗塑料微粒就跑出来了，哎，啊，所以像保特瓶到底会溶出多少的塑胶微粒，不同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数据啦。好像以前的保特瓶比较厚、比较硬，现在保特瓶为了烧愈来愈嫩，有要回收较简单。它越来越轻薄，是不是它可能分子量有稍微降低一些？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啦。哈，啊，必须对。啊，如果那是市面上真侪迄个真空包抽空气，甲抽甲拢变真空的迄种嘛是吗？它如果说装液体的话，你是讲装液体的吗？无，嘛有的是固体，比如讲要讲一个啦，这早起迄个西本迄个啥物伊妹因咧卖迄个鸡胸肉啦，禽胸肉，啊伊毋是伊包起来。哦，对，迄种嘛是嘛？迄种嘛是啊，迄嘛是迄种的吼，迄塑胶膜吼，通常是多层膜，跟这个也是一样是复合材质。啊，以迄种因为它里面如果包的固体的话，它的塑胶微粒跑出来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哦，但是像这个装液体的，切来切去。我讲到逐项都有诶，陈老师，这我安尼想起来吼，除了食以外，我有看过这英国的一间大学去做研究，去种菜头。菜头内面也有啊，菜头叶啊，菜壳内面也有。那么咱就无法度避免你，乃至到讲咱穿衫，像阮这，是啊，这奶酪的衫，这嘛是有嘛。都是啊，这就规气都人肉咸水在伊咯。这咱有法度做啥物来做啥物改变呢？我有看这几个数据哈，讲全球的塑胶产量是4亿吨以上嘛哈。但是每年跑到环境中的塑胶微粒可能有1000万到4000万吨之间，就估计的是那么多。哦，是，但是是走来咱人体，安尼，但是咱人类也是讲国家的政策，因为头仔你也讲啊，即摆还佫无确实的证据累积到讲，人讲好，人就是一体的。那么真侪人就开始会惊，咱要安怎较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咱的生活。这种就是讲，咱也无一定讲等甲所有的证据拢出来，再来做嘛。那迄个公共卫生面顶就讲预警原则嘛。你这个因果关系也无确实，但是你有一寡代志用开始做啊，个人用做，政府嘛用做啊。用做啥？第一个就是讲，咱家己加入的，怎么来研究？加入的，你比如讲迄个塑胶容器，塑胶的迄个容器，比如滴水啊、滴食物咧，你若加热，还是讲像迄塑胶茶包，塑胶茶包我做的研究内底相关，一包10亿颗哦。塑胶地包，是啊。咱地包毋是敢若一个布面的。是啊，迄个塑胶茶包又会创啊足水啊，三角形啊。对，是啊，一包啊，我真来紧拼掉。足侪拢是迄个纳米级的啦。所以我怎么无你啉茶包的啦？我哪家己榨茶叶家己泡。我无你啉茶包的。用表面就是讲，你来知影啥物款上悬，就是讲你莫用迄个塑胶的迄个容器去滴塑胶碟啊啦，塑胶的迄个杯子啦，尽量卖嘛。当然无法度讲，你若讲尽量无法度，但是尽量都喺生活内底去表面。这上济就是加入的。搁过来就是咱大家一共同来做的啊，减速嘛。减速咱不能就你讲啊，无人等塑胶讲，系啊，速讲。所有的物件一次性的，这拢爱做啊。以前就咧做啊，以前无讲健康的问题的时阵，大家就讲这要保护咱的环境，咱咧做啊。但是怎么已经有可能有这个健康的迄个潜在危险的时阵，咱国家积极啊。你都
有对安尼规个整体上的来做迄个塑胶的减量，这较有可能减少咱的迄个塑胶的迄个产量，啊，较减少这个塑胶微粒的产生啊。这上基本的，因为联合国已经努力差不多，我看超过10档以上啊嘛，就是讲全球塑胶公约啦。因为这个塑胶产量，虽然讲咱拢各国政府拢足这个讲，咱来减速，但是整个塑胶迄个愈来愈悬嘛，对吧？大家拢知嘛，对吧？啊，但是所以就要创一个全球的塑胶公约，啊，但是都足困难的，因为到尾上重点第一就是讲石化产业，因为塑胶拢是对石化产业就有来啊，迄石油迄个石油国伊就讲，我买签这个对阮不利，所以已经讨论过足久，但是这是全世界大家足关心的一个。啊，老师，你有同意讲，亲像他做咱新闻大讲，先进国家，我都避免，我都禁止，吼。但是我有他，你就必须爱发令上来规范讲，你来正面标列，你这内面有啥物，爱安尼标列落去，咱会当来推动这。对啊，这就标示嘛，标示。其实达到迄个林教授伊讲，迄个微粒的柔珠，这应该台湾2018年就禁止啊，禁止啊，要无讲什么健康危害哦。迄阵就2018年立法就通过啊呢，那么足先进的呢，全世界怎么欧盟、美国、日本啥拢，伊就感觉这不需要啊。你要水利用，像你讲菜瓜布嘛会使，其他的物件用对吧？无必要的。这块呢，就先甲迄个表面掉嘛。像欧盟伊嘛有设定一个目标啊，伊讲这塑胶微粒2031年要减少，毋知我袂记，我30%几10%呢。人伊开始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目标，你甲人开始想讲要来做嘛。譬如讲，其实。除了讲咱讲的，就是讲这个塑胶的产品的分解跑到环境里面，其实嘛有一个像达到迄个讲塑胶柔珠的，咱讲 primary 一次性的，就是讲特别有迄个目的要来做什么用途的。啊，工厂其实嘛是足侪迄个类似这款的塑胶粒仔的迄个，啊，像欧盟伊就规定讲，你这做运输的时阵吼，这是恁的责任哦，袂用互伊。造出来还是安怎？你确定讲你这拢不跑到空气、跑到水里面啊？咱开始有你想这个，就是讲做会到的，爱开始来做啦。有足侪咱生活内底用去开始来做。啊，老师，你有赞成讲咱尽量穿天然的材质？因为我想我头咧想，我都规身躯啊，若拢爱穿迄天然的，哇，你真麻烦呢。当然嘛是安尼啊，真困难嘛，就是安尼啊。但是我意思是讲，有当像讲迄个，因为像咱老讲去运动啊啥吼，你来这款面就可能好些哈。你啊智能衣嘛，智能衣就是 PET 啥。哦，迄种足济啦。对啊，所以这内底就是讲要安怎得到一个平衡啦。你马上要甲改变，大家拢卖做，这无可能嘛。啊，但是咱慢慢来讲，咱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意识，讲咱袂用继续去使用较济迄个塑胶的产品嘛。这应该大家慢慢来，要有这个共识嘛。啊，咱这个世界改好，跟迄个碳排放共款啊，是不是？艺术共款嘛，就是要尽世界公民的责任。我相信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是咱台湾一般的这个观众，这无想到遐紧，但想讲哦。啊！但即摆我厝的冰箱啊，晓的，看有啥物物件会当紧拼出来。但是林老师，在恁的过去的这临床的这个经验内面吼，咱人真正除了塑胶，啊，还有其他的这动物，是对这种较毒啊？这有通好来比较无？还是讲这吼到处拢毒啦？啊吼，无红不胜红啦？就是爱做自己开始做起，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安尼，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食安、环境这么多的事件出来。对啊，那我相信政策面有没有还是以有所谓的环安，才会有农安，有农安才会有食安，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安心。对，可是又提到这个塑胶。它的管制有没有？就像刚才谢秘书长所提到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分布嘛。那因为它就是大大小小，
那所以像我们的经济部标准局现在就是有规定，你的塑胶的一个原料里头的单体的含量要低于0.5%，那大概就是这什么意思？5000个那个 ppm 的那个浓度，就是你单体有没有？你在它的测试过程当中，像是有热啊，或者说是拉扯的时候，你那个单体哦，它不可以超过那个5000个 ppm 这种浓度。这样子的话，你这一批的塑料才会合格。那其实刚才老师也有提到啊，你到外面去的时候，温度啊、压力啊，还有没有你使用的一个方式，也决定了你这个塑料它的扩散效应会在哪里。一寡牙齿啊，变大细盘啊，塑胶袋套的，啊物件都卡在就坑的，这也无奈吧？所以无建议嘛，哈，不建议，不建议尤其是你知道像那个，我每次看到那个在运动场上很多年轻人有没有，他都很喜欢有没有？可乐，大讲诶，嘿，可乐又是酸，结果呢，阳光这么高的温度下面，他又在那边有没有？转来转去，嘿丢啊，然后喝了之后呢，又转回去，然后呢再去打球，打完球之后再回来，又有酸，温度又那么高。你有没有那像口水？迄种什么跑迄种的咧，迄嘛唔通哦。速跑。就是扩散效应的话，取决于我们使用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因为我们人就是在整个生物链的最高层的一个位置，那最高层我们如何有没有去防范我们下面的海生的食物、海生的那个动植物，还有呢？我多。你真正就食一寡乌托咯，啥物有诶无诶，种海底河内面，相信嘛是足济嘛吼。对，就是嘛有啦吼。但是即马的上重点就是讲，到底安全范围是偌济啦。伊讲，阮咧上课哦，上那个环境动物学吼，就是第一节课就是讲吼，世界上吼无毒的物件啦，但是有无毒的剂量啦。迄剂量是上重要的，但是即马上麻烦的问题就是讲，塑胶微粒吼，伊有不同的寸尺啦、形态啦、甲材质，伊的毒性拢无相像吼，所以即马用的实验拢是用叫做聚丙乙烯的啦，吼，因为伊较细，然后会甲做较细的那个颗粒啊，那其他的拢无试着吼，那所以很多的那个胫骨拢无出来。然后伫我即马咧，因为我一冬大概拢爱出海差不多20到30工，吼，所以我伫遐采样吼，有时候阮伫海水顶管拢会看到拢那个规个拢是这个塑胶的那个这个塑胶袋，这整个或者是很多塑胶袋，或者是一个规个蓄积的所在，吼，然后就看到足侪物件。然后我咪研究讲，伊到底敢会落落去海底啦？因为真侪塑胶其实伊的密度哦是比水较轻的，应该爱浮伫顶外嘛。但是即马足侪拢落落去，为虾米呢？因为伊入去海水内底的时阵吼，会甲海鱼仔的食物吼甜做伙啦。你甜做伙的时阵，伊就改变原本的重量啦。伊就沉落去，嘿，伊就沉落，拄啊好，甲鱼食的物件拄啊好甜做伙，鱼仔嘛分袂清楚，讲是清气，哎，拢甲吞落去，就进入去食物链内底。所以吼，真侪讲食安的问题，甲环境的问题，其实拢是同一个问题啦。因为你讲进水厂啦，或者是讲那个菜头内底也有啦。气泡内底嘛有啦，啥物拢有诶。意思就是，阮用伤济的塑胶，伊伫咧环境内底是四界走啦。老师，咱即摆咱上厉害，咱咧土地啊，迄土地啊内面敢有塑胶的即鳞膜啊啥有诶无诶？敢有？伊就是塑胶啊。伊就是塑胶。对，伊就是塑胶。安尼敢也无奈个？你唔是讲鳞膜尔？即卖有真济叫做杂草抑制席，就是那个农田用的膜啦。伊就是卖互杂草生出来，伊就拢乌乌啊。你乌乌了无回收的时阵，伊是直接混入去土内底哦。所以真济讲细粒的那个微型塑胶吼，就经由这个根系就入去到
菜内底啦，还是这食品内底。所以就是讲，我爱了解，无所不及咧。我爱了解讲吼，到底爱安怎使用这塑胶啦？阮即马拢讲伊会变少，为什么无讲伊变，互伊分解？因为伊伫咧环境内底真正爱分解的时间啊，差不多是几百吨啊。所以伊但啊变少，袂变消失，你知无？这就是上大的问题。这违反的物质，这分，这应该叫物质不灭定律啊，完全未消解。伊爱几百吨的。哦，这我爱请吼，秘书长甲咱分解一下吼。咱即马有迄个 PE 啦，还是塑胶袋啊，还是耐热袋啦，这种物件，迄草爱才几度，还是讲无啦？你滴冷水嘛是共款，塑胶料会走出来，是安尼吗？嘿，滴冷水应该是都会走出来啊。嘿，就拄仔讲过就讲，伊啊，比如说你保特瓶啊，你放伫迄个汽车内底啊，晒太阳，哦，而且温度一升高，它可能一些塑胶的分子就会断掉，然后就会跑出来。那本来即使就是说它在制造过程中，就是说刚生出来的新品，那它也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分子。咱细汉时阵咧拍篮球边仔咧卖当归地，用塑胶落啊装的迄种的，迄嘛唔通咯。对讲，你若要较卖食入去的，你就尽量吼，卖用塑胶去堆。摕壳啊个买。啊，尤其像比如说刚刚有人提到那个保鲜膜啊，哦，或者是一些塑胶制品，不要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啊，即摆会当加热的即个塑胶嘛有一种会当迄个微波炉哦，通好再加热的塑胶，相信即种嘛唔通咯。即摆讲就是说可以耐热的，可能是说它不会变形的温度啊，像他们通常会用 PP 这种材质啊。但是你也讲这个物件内都有汤啊，还物件啊，伊可能喺塑胶里面造出来，回塑胶里面。我做过实验啊。老师做过实验无？我做过实验啊，我叫学生啊，硕士班学生，伊就去街啊，甲迄个 PP 啊，还是讲 P 迄个黏膜啊，还是讲塑胶袋啊，叫高密度的 PE 嘛，啊，拢摕来做，拢卖4、5种啊，啊，就95度 C 甲加入，啊，嘛有个测25度 C， 较室温的，拢会啊。但迄个谢理事长讲的无毋对啊 ，PP 大家拢感觉讲那上耐热嘛，对啊，耐热啊无啊，啊比起来伊嘛是共款啊，共款哦，对啊，共款啊，拢会走出来啊。啊，量是较少啊，较共款济，共款济啊，共款济啊，啊，其中一项。迄个 PP 的碗上悬，我们还有室温哦，因为有的大部像有的拢可能爱较温度较悬嘛，像讲塑胶袋啊，叫人迄个可能较悬，较70就开始有看到，但是迄个 PP 的碗吼，冰箱室温啊，20都出来，都有啊，所以伊是要安怎讲？伊是讲无变形啊，伊无保证讲你无毒。是啊，无讲你袂造出来。是啊，你实验做过啊。因为这嘛不是我做啊，期刊内底外国人做出来嘛是安尼啊。我们自己是有做过那个美奈米，美奈米的那个材质，那个学生就是都是去外面吃饭嘛，那所以他们的那个材质，那个塑胶那个美奈米，所以他们就是吃了之后去验血中的那个尿的那个浓度，结果真的就是3聚氰胺的浓度，就是比有没有你在自己煮饭，然后自己带饭的那个学生的尿液的浓度，就是高2倍到3倍。老师，恁学生足伟大的，用家己的身体做实验哦。就是有一些学生啊，当然我们还是在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提供给他们有没有可以增加代谢的那个机会啊，只是说在这个实验的一个期间，可不可以就是可以用以外食的一个方式，对，去参与。所以你按听起来，咱还有办法用什么方式可以代谢出来？它那个有没有尽量啦，我不是讲，
那其实像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因为塑胶类的食物，像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们担心的是它疏水的那个特性，会去抓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身体当然也有代谢的一个能力。我们今天虽然很害怕是奈米级的这种塑胶为例，可是压水着啊，我们就食一块油，紧个刷出来，还是安怎？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增加身体的代谢、高纤的食品？然后呢，还有绿色十字花科。另外，当然就是身体要有免疫的一个能力，减少我们身体发炎的一个，可以降低它身体发炎的话，那当然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增加身体的那个运动的一个能力啦。对，补充一下啦，因为即马做出不管你倒一种的大粒、细粒，什么款的成分，你来做实验、做细胞做啥，你得看到氧化压力发炎嘛。所以就像那林教授讲的，你得增加抗氧化压力的那个，就是讲那青菜啦、蔬菜、水果啦，这块自然免疫力。若是脑的组织，咱要研究要算讲哦，这是毋是有增加？田老师，你敢有目前敢有啥物新的这个发现？你头拄一开始就讲，其实大粒细粒是真歹来掠，但是世界上应该是大家做过遮久啊，应该有一个伊基本上的这个物件，有通好来做这个一般的这个程度吧。一般对啊，较困难啊，做遮久才做会出来啊。因为你塑胶粒啊，伫迄个组织内底，你要甲分析，你一定要甲分离出来嘛。头前这部分就足麻烦的。分离真正分离很干净，你该用仪器去甲测嘛，对吧？看要大粒细粒偌济啊，系啊，是做会到，但是足麻烦的啦。而且可能有哪些嘛分袂清楚，会失败啊！甚至有可能，因为咱实验室内底足侪仪器啊，啥物迄个咱实验仪，家己嘛有，拢嘛是塑胶啊。所以有人讲，你这做内底这个污染的部分，这款要安怎处理嘛？这嘛是一个考量，嘛是一个考量啊。所以，这么目前的量测，像我一开始来讲，我这目前的量测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啦。对啦，就是因为大家拢做出来，大概看起来有这个趋势，你就刚刚那应该是这样子啦。但是是不是很准确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都还要再努力，真的。哇，没有真的。科学还个一大步要行了。这个做差不多20年，真正独立做差不多10当年。你知像讲迄个 PM2.5，这嘛是共款一粒一粒的啊。PM2是经过几十年，才才有证明。是啊，才有定标准啊。咱这个拄开始尔呢。是。柯老师，你有赞成讲咱爱逐步，还是讲咱台湾，莫讲全世界啦，咱台湾用塑胶的这生产的过程，倒一个流程爱做一个管制，那通好来这个所在个连起来。就可能会通减少较济，还是讲无？上后尾还是咱上后尾末端，咱个人自己家己来决定。其实拄则田教授讲的吼，讲世界有世界的这个塑胶公约啦吼。我顶年呢嘛代表环境部甲海洋委员会吼去参加伫咧瑞士。那为什么无过呢？就是因为讲吼。有一寡国家吼，先进的国家就希望讲，把这水龙头啦，生产的水龙头，甲关挖，甲缩起来。但是拄则田教授就讲无那个石化国 OEPC 啊，我懂。第二，伊就讲我无法度啦吼，所以大家就伫遐比较啦吼，所以这毋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是包含政治问题吼，所以这可能就较难去推行，所以可能伫遐转来去个人的生活。行为啦，吼，包含讲怎么样去减少那个使用量。另外一个呢，爱了解讲这塑胶污染的来源是啥物。在阮的调查内底吼，无论是空气啦、水啦，吼，上侪是2种，一种是纤维，然后一种是脆片。这两种是上济。那纤维甲脆片到底伊的来源是啥物？通常脆片拢是一次性的使用的材质，所以阮
甲减掉，就自然伫个环境或者是阮食的物件就愈来愈少啊吼。那纤维是啥？纤维就是拄则主持人有讲到，像洗衫的，然后佮甲其他的物件吼。所以即马环境部甲海洋委员会嘛，准备讲看安怎会较减少这纤维的摄取量伫咧洗衫机内底。即马有足侪研究发现讲，洗衫机是主要的源头啦，爱甲它关起来啦，就想办法讲，看是要安怎洗啦，然后要安怎甲过滤掉啊。哦，你的意思是讲白一领衫，对，来咱来用手暖，对，啊，甲洗衫机摄取的较济。有一个文献是安尼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洗你无法度洗足久嘛，你知道吗？所以手会变单啦，变单啦。然后你用机器洗，反正是伊咧芳嘛，对无？伊伫遐芳足久啊，然后伊摄取量就较济。啊，那烘呢？烘嘛会因为烧嘛，然后搁伫遐炖嘛。啊，但是我那个烧起来咧烘，啊，你伫遐后壁，你得爱有那个防治设备啦，防滴的设备啦。所以即马就是讲，即马有真侪欧洲的国家吼，有洗衫机就爱处理呢。对，就爱讲爱安怎加装什么样的这个管制设备哦。即马法国已经过啊，通过啊，然后即马其他的国家是慢慢过安尼。安尼，我要来请教谢秘书长，恁兜啦，免讲你啊，恁兜敢有当完全无塑胶？可能无可能，因为即马塑胶吼。啊，恁兜安怎生活？是安怎？比如讲日常啦、食水啦、煮物件啦、地落啊，恁拢安怎创？互咱观众朋友一个概念。我是感觉讲吼，那个要吃的东西哈，尽量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外食人口啊，那你尽量去选择，就是说那餐厅它不使用免洗餐具的，它使用那个陶瓷之类的碗盘啊，那尽量不要去用塑胶的那个食品容器，那包括就是说，我也很少去买那个什么瓶装水啊，通常会喝到瓶装水都是可能人家送给我的啊。那不要用那个便当啊。如果你天天要外食的话，你自己带 K 啊便当盒，餐盒，自备餐盒，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暴露。啊，有一种讲法就讲，即摆这个便当盒啊吼，内面那个淋膜吼，其实伊咧请人来掠起来去回收吼，无采工，伊规期拢无，规期拢摕去烧，是安尼吗？还是我的自行车哦？伊这吼就是讲，伊这纸容器吼，伊也上去职场啊，职场那个散浆的速度好像只有几秒钟啊，但是这个有淋膜的这些纸容器啊，它要在这5秒钟里面把纸浆跟塑胶淋膜分离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它跑到像很久以前，他都直接跑到职场去回收，那职场他们就说哦，这个进去大概也得不到多少纸浆，就变成纸渣，就是塑胶渣出来。好，那个如果要到专业的处理厂的话，他们需要好像是2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维护期，所以它的成本是比较贵的。那我们每一个纸容器，我们都有缴交一笔回收清除处理费，但这笔回收清除处理费可能在目前对于一些回收商来讲，它也无够成本，没有吸引力所以有可能它就你如果要直接把这些纸容器卖给回收商，他是不买所以咱即摆安怎正确的对待这个便当盒啊？我会感觉咱就尽量卖去产生啊，卖去我若真正去用分到这个便当要安怎？还有清洁队回收还有机会跑到那些专业处理厂。我清洁队讲，你这个当做本事较好。就是向清洁队伊拢感觉讲迄是那个专业处理厂，全台湾只有一家。你玩弄。